46岁杰尼斯天王木村拓哉拍新片《假面饭店》，票房突破42亿日币。对工作很谨慎的他，看到片场地毯起毛球，还买3台吸尘器帮忙吸地。而他的女儿光熙下周也即将搭机来台，出席品牌活动，预计宝岛行将停留4天3夜。木村拓哉、长泽雅美拍新片《假面饭店》，票房突破42亿日币，相当于11亿台币。片中木村饰演卧底警察，要潜入饭店调查连续杀人案。假面饭店来此的客人都戴上面具，从不显露自己的真面目，客人不够尊敬，要说贵客才行。其实木村拓哉相当讲究细节，看见片场地毯频频起毛球，就到家电行搬了3台吸尘器，总价要8万多块台币，还亲自帮忙吸地毯，亲民风范让所有人赞叹。最近他上广播节目宣传，也难得自曝家务事。他说女儿虽然长得像我，但个性完全像妈妈，请想象一下家里住了好几个鬼的画面，暗指母女俩很难搞。至于木村拓哉和工藤静香的宝贝女儿16岁的木村光希，去年出道之后，人气持续飙涨，不但登上许多杂志封面，获得话题奖，被各大品牌邀请看时尚秀。现在更受珠宝商邀请来台出席活动，时间就在13日，光希将搭乘日本航空 JL97班机，大约中午11点40分抵达松山机场，展开她的宝岛处女行。当天将走礼遇通关，但粉丝应该还是能看见光希妈妈工藤静香一起随行，两人预计停留4天3夜。